南韓除了工商業發展的改革，都轉來推農業探索，也一行人來含重視人工嘅原設立，以這個下面的利益，如係大家路上去學中文咯。也一行人來睇南韓，搶睇數年，如差唔多40-50萬的人睇學中文，當年平均超過2萬的人去參加人工漢語托福嘅漢語水平考試。超過日本變做中國喺海外舉辦漢語考試嘅青態考場，繼續來看南韓人用嚟學華語。所以麥克打算刷卡，可是售貨員告訴他不能刷卡，只收人民幣，沒辦法，他只好去對面的中國銀行換錢。對，小朋友讀嘅學讀華語，老三生讀咗貼士上，先生一隻人讀嘅校正，佢今年將小學6年生，自家當上學好中文。중국 아빠 따라서 중국 가가지고 거기서 막 중국인들이 막 중국말 하는 거 보면서 완전 신기해가지고 그때부터 좀 호기심을 중국어에 가지기 시작했다가 한국으로 돌아가지고 엄마한테 중국어 하고 싶다고 권유를 해가지고 南韓受到中華文化影響重沉，就統計有60%嘅韓國史係對中文來嘅。從數年記錄上，還係看得到傳統上幾隻主要漢詩。也係南韓也愛簽名股，而留新人嘅送入華僑學校，未促成華僑學校地度。南韓嘅新人呢，比華僑嘅新人行較多，謹慎言做係就利嘅。一種係一般嘅韓國新人，他學嘅係中國嘅方式嘅中文。那還有一款嘅新人係佢係，佢爸爸媽媽係都係韓國人，不過佢上華僑學校。華僑學校讀嘅書係喺台灣嘅小學課本哦，完全台灣小學課本都注音符號。因為給爸爸媽媽看唔起，所以他們課後需要嘅輔導一起都來進來。今天好嗎？很好。哦，很好。今天天氣怎麼樣？今天天氣很熱。很熱，對不對？你早上去哪？我早上，去朋友的家。哦，去朋友的家。謹慎言雖然行向美海，不過已經有基本嘅對話能力。從1970年代，這樣時嘅南韓大統領朴正熙決定獲得漢詩，下後就連進入南韓嘅第一間星巴克，就係用韓文來寫。不過韓國嘅文字結構相對較簡單，一隻平詩可能就超過10種意思。有時唔單止外國人看冇，就連當地嘅南韓人看得行向美海，也到底係乜嘅意思呢？比到這個神話向嘅武力片，南韓也近年來開始推廣漢詩教學，尤其係同天然外國人。因為韓國之前開始都有學第二外國語嘅，那個從中學都開始有。之前係讀日本話跟德國話，最近在中國較強大了嘛，所以跟第二外國語就係中文。大部分80%以上都要學中文。 엄마가 차영 학습지를 시켜줬는데 학습지를 하면 실력이 좀 안 느는 것 같아서 직접 대만인 중국인이 하는 거를 해야 더 실력이 많이 느는 것 같아서 대만 여기 다니게 됐어요. 鳳樓夢、水滸傳、金瓶梅，一啲都係中國嘅古典小說。韓國人從事教育長度比起台灣絕對超過。同20年前，南韓嘅大學未留台灣供養，外文呢地度英文呢千時上，過來係日文呢，不過也情形完全冇供養，外文呢打頭名嘅係中文呢。英文是大家抓外，所以跟想中文是最有競爭力，所以給爸爸媽媽想講我的孩子以後長大不可以比別人更有競爭力，所以他們就培養細你學中文。那學中文之後呢？長大以後呢，他要去中國經商，什麼都是很方便的。到數年嘅江南期，三線嘅總鋪大樓做頭順頭冇幾嘢呢。記錄上嘅看板雖然係用韓文為主，不過有啲素材已經加入嘅漢詩。韓國嘅中國當權，由中國組成裡面嘅作業態，照南韓貿易部嘅書記。同2009年，中國退入美國，變做南韓清泰嘅貿易盤，清泰出口及進口嘅對象。去年咪做2011年。總貿易額有2212億美金，比2010年增加17%，雙方嘅經濟意識度越來越高。最近很多韓國人從小就把孩子送去中國幼兒留學京都，
所以你去中国会看到真多韩国人，而且从韩国现在在中国真多韩国城，因为太多韩国人去留学了。像这个菜都是。头摆有人讲台通女菜米，讲嘅係當到台灣阿爸留下來3萬串錢，本本娘帶新人去美國讀書。華人先生羅清怡嘅老公本單頭3省服務，每次派到中國，佢哋看到越來越多嘅南韓阿爸們一齊留到韓國，本本娘帶新人出國。唔過佢去嘅唔係美國，係中國。中文也不止個韓國在學，很多世界各國都已經開始在學中文嘞。所以，現在韓國行一路紅看到真多補習班，幾乎都冇日本話、日文補習班，做係中文補習班。一搭嘅數年嘅3千通，這頭3千通行到4通入附近呢，有當到嘅中文補習班，中文先生嘅當數到歡迎。南韓人當3萬通學中文，得到嘅獎賞係佢對中國嘅成學搶到嘅經濟優勢。